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是有着飞升转世的设定的，不少顶级强者都有着前世的存在，他们有些是天上的仙人，也有不少普通人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那些有前世的人。第一个，徐凤年，真武大帝。首先就是我们的主角徐凤年了，一出生就是北凉世子的他，身份极为珍贵，是下一代北凉王接班人。本以为这个身份已经足够显赫了，但是他的前世却更加的变态。徐凤年是天上的真武大帝转世，真武大帝作为天上的北方天帝，身份和实力都是最顶级的存在。他也曾是800年前的大秦皇帝，横扫天下后建立了大秦帝国。大秦皇帝之后转世为无名道人，在那个高收入无敌于天下的年代，无名道人出手将他给封印，随后自己再度转世成为观音宗宗主澹台平静的师傅，然后再到这一世的徐凤年。可以说徐凤年的每一世都是最顶级的存在，相比之下北凉王的名头有些黯然失色了。第二个，王仙芝，白帝。王仙芝和徐凤年一样，身份同样不简单，他是天上的白帝转世，白帝和真武大帝是死对头，所以王仙芝天生就和徐凤年不对头，两人之间必有一战。前期的王仙芝并不知道自己是白帝转世，相反，他极其讨厌那些和前世有牵连的人，在他心中自己无敌这一世就可以了。王仙芝也是江湖500年来唯一有机会和吕祖一战的人物，他在武道上面已经走到了巅峰，有着举世皆敌的心境。在徐凤年进阶陆地神仙后，王仙芝前往北凉截杀徐凤年，这一战打得天门开启时，王仙芝知晓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自己就是自己最痛恨的转世仙人，是天上的棋子。一时之间，王仙芝心态有些崩，最终自愿败给了徐凤年，消散于天地之间，留给江湖3分气云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有着前世今生的设定，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那些有前世的人。第3位，陈之豹，青帝。和徐凤年还有王仙芝一样，陈之豹的身份同样不简单，他的真实身份也是天上的某位天帝转世，东方青帝的化身，曾转世成大凤王朝的开国皇帝，论转世的履历丝毫不比徐凤年差。这一世的他是500年不出的兵家大才，也是兵圣叶白魁之后的用兵第一人，在沙场上被称作白兵仙。除了沙场上无敌之外，陈之豹的武道天赋同样变态。龙树僧人作化后，陈之豹借助他的气运进入了儒圣境界，随后又让谢观音帮他抓捕蛟龙，补齐其他的气运，进入那3教圣人的境界。可惜之后陈之豹就失踪了，两莽大战后选择了隐居。第4位，洪喜相，吕祖。作为武当山的年轻掌教，洪喜相的转世丝毫不比那些天上的天帝差，他是雪中战力天花板吕祖的转世。吕祖吕洞玄是真正的人间巅峰，当年过天门而不入，就达到了天人大成生境界，人界的武力天花板，就算是坐镇武帝城的王仙芝对上他也只有3分胜算。为了等待心中那一抹红衣，吕祖多次转世，每一次转世后觉醒后都会成为天下第一。转世为龙虎山上的齐玄真后，知晓这一世等不到红衣，于是自己作画，在洪喜相这一世终于等到了红衣徐之虎。因为徐之虎命不久矣，洪喜相觉醒后为送徐之虎飞升，自愿冰解，再修300年后转世成鱼凫，在天门关闭前被李玉甫送上仙界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是有着转世飞升的设定，不少顶级强者都有着前世的存在，他们有些是天上的仙人，也有不少普通人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那些有前世的人。第5位，江霓，胡。作为西楚的亡国公主，江霓的身份也不简单，前世的时候就和徐凤年有瓜葛。800年前徐凤年还是大秦皇帝的时候啊，统一天下的他有一位名叫胡的宠妃，这个宠妃就是江霓的前世。大秦皇帝对她极其宠爱，甚至不惜烽火戏诸侯，让皇后洛阳极其不满，于是暗中下毒毒死了胡。当时的胡已经怀有秦皇的孩子，就这样啊，一尸两命。秦皇暴怒后，下令洛阳死后不得和他同穴而葬。胡死后，这一世转世成了江霓，成了徐凤年的小泥人。这一世两人的结局终于圆满。两莽大战结束后，徐凤年带着江霓隐居了。第6位，呼延大关，曹植。呼延大关是800年前的天下第一高手，是大秦皇帝的护卫，一直隐藏在暗处保护秦皇，就是像是秦皇的影子一般。和大秦皇帝羁绊极深的他转世成为了呼延大关，又遇上了秦皇转世的徐凤年。因为前世的这些因果和恩情啊，这一世的呼延大关出手帮了徐凤年不少。不过厌倦了江湖厮杀的他，这一世想要平静安稳的度过，于是最后一次帮了徐凤年后，便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隐居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